青年工作方面咧，成個社民範疇嘅各部門咧，做好青年工作係你哋共同使命。而且咧，你哋即將咧會開展澳門青年政策2021到2030嘅中期評估，制定更多更貼實際咧、更受歡迎嘅青年政策。因為青年政策咧，其實咧一定要係啱青年人嘅口味啦。咁所以咧，你哋話要拓寬意見表達嘅平台，充分發揮青年諮詢組織嘅作用。因為我聽到近期咧，教青局即將會籌組青年諮詢小組。咁呢個小組咧就分設成兩個小組嘅，一個係青年社會發展諮詢小組，一個係青年區域及國際參與諮詢小組。司長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講下佢嘅目的係乜嘢呢？喺青年工作方面呢，我哋嘅青年諮詢小組呢，其實係喺我哋青年委員會下邊再設立兩個小組。咁我哋呢兩個小組呢，雖然佢唔係青年委員會嘅委員，但係佢會就所有嘅政策呢，佢可以參與意見。其實我哋係想拓寬青年參與呢個青年政策討論嘅一個咁嘅層面嘅工作。